娘娘说什么奴婢不懂，不过呀，只要娘娘活着就行。娘娘，这个呀是奴婢特意让人给您熬的，特别的滋补养颜，对女人的身体那是极好极好的。能给我换个男人喝的吗？哎，汤不要了，你去把那个谁给我叫过来。就是太子那些妃子们叫什么来着？陈良娣啊，对，就是他。还有跟在他身边那个黄良元、王昭训、李成辉。对，就是他们，把他们都给我叫过来。您平日里和他们也没那么多来往啊。就是因为平时生疏了嘛，所以才要联络一下感情的。快去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呀，是奴婢昨天从内务府特意求来的花名册，太子宫里侧妃们的画像都在这上面呢。哦，这个呀是陈良娣。